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鄉親朋友因為家講有談過三鄉里，我論百報新聞等上會報道，不過也到底係乜嘅色彩講，我冇辦法概念嗬。像地講呢，也應該係有些比較複雜嘅儀式，睇嗰條祭祀嘅典禮啊，儀式可能會有嘅。不過也地講呢，家如更加幾多用上經文嘅方式來睇嘅，應該如係個傳統嘅個複雜嘅，故所幾當然冇愛用嘅。不過有一啲屏東子弟呢，伊唔單槍去做研究、做田野調查，還設計去學過。我哋今日有請到嘅如係齊浩晴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對屏東子來嘅齊浩晴。浩晴嘅家鄉喺屏東市哪啊？我喺家鄉做舊名到屏東市條分埔，佢一下從一個青老年嘅地方，從屏東市嘅廣東路。大家攏離廣東路有一間家樂福，坐嘅家樂福嘅福群。唔過侬會接觸到三鄉里嘅。有啲事情其實真神奇，就係我大學嘅時間，我公過世，過世以後，我阿媽就叫我看無縫片咧，就本來佢嘅健康從2樓，後來佢都搬到1樓來，我就順勢的接收我爺爺奶奶以前房間。伊健康地度有一個青苔嘅書櫃，嗰個書櫃我哋細細時間我講到冇一本我哋去名嘅東西，名叫做鉛。係哦。後來我講過時以後，我就喺度嘅健康嘛，我就開始去整理，就發現有青島日本時代嘅書，還有青島從以前家族流傳下來的一些禮儀課本。就根本沒有拿過來本大家看一下。後來我就發現有啲東西真神奇，因為我看到嘅時間，佢已經100年咧，就日本時代到一下，我就去翻閱它嘛，就發現地杯青島以前客家嘅禮俗，就婚喪喜慶都有，比如說婚禮的時候要準備什麼大禮，譬如講他有什麼要準備檳榔1盒啊等等。然後喪事的時候要準備什麼東西，然後包括要念什麼祭文啊，跟念什麼祝文，都完整的呈現在這本禮儀課本裡面。嗰種我就發現，底部有一個挺神奇的東西，很多三鄉里，每個用婚喪喜慶都會使用的一個儀式的一個可以啦。我就去問我爸爸講，我哋總督方嘅總廟以前有人在做一三鄉里，如果有啊有咧。相留誒，就咩？因為我哋嗰邊是苗栗還有新竹嘅移民所形成的一個聚落，就日本時代時嘅有啲相留誒，就苗栗人，伊咧老阿公，佢嗰時間我哋廟方嘅儀式攏係也劉阿公從佢做誒，後來佢他冇按封片嘅時間，佢意思就中斷了。叫做清九蒙人做也咧3千里的意思，就是從神明生日的時間會做的，還有祈福萬福的時間會做的。爸爸講嗰叫冇做嘅係差唔多1多年咧。32年咧，差唔多34年。係哦，爸爸還有印象。有印象，連細時間都還有印象。嗰種伊能凡是地呢，第一個東西係三邊里。咁唔去煩嘅時間，還唔單槍1本哦。另外一本就會有一些什麼用藥啊，還有一些符咒啊。比如說，歐里讀的時間，我會是乜個藥嘅啊？它都是手抄本。咁唔係係咪阿公寫嘅？應該係阿太嘅批嘅寫嘅。係哦，都韓國叫嘅一個書。清叫嘅。哇，佢珍貴呢。爸爸地講有一個書哈。我拿本佢看過，但是佢咩唔掂，因為阿公主冇一本嘢名嘅。連爸爸都算得。阿哥都講係冇算咧，安尼書貼錢咧，我去論教。連爸爸都算得到。嗰時爸爸咩唔掂，阿公有安尼嘅東西。應該咩唔掂。咁人家看到嘅，都想去研究哦。問過爸爸。有件事情啊，就不用下來，我就幫他整理好，然後用個袋子把它裝起來，就放在那邊。後來因為我也差唔多喺我大學嘅時間發現呢，後來我讀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我就決定我碩士論文來寫我哋家鄉，就整個北客遷移的故事跟我們那個信仰中心的一些事情。
后来日本又本来拿出来研究，讲用了会有亚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是有用到这里面的东西，就是研究到这个部分，因为它跟客家的清衣史是有关系的。后来我们从108年我们申请一个文化部的青年村落计划，就刚好因为时机也到了，像去年的时间我们总庙那个太庙很多法山班附近去的委员会改选因为我们当时要进到委员会去都是要有条件，比如说你一定要成家立业啊，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你这样有办是不对？基本上它是要成家的啦，对，然后因为你才有能力去做这些公众事务，就是在我们那边的庄庙的传统是这样。后来刚好因为老一辈的也都渐渐的凋零了，所以去年委员会改选。我老哥哥其实做去委员会去做委员安尼。后来我家公东去年有申请文化部的计划，就给听到现在正好是时机了。我觉得我可以来研究，真的来研究这个三线里的这件事情。嗰種開始研究以前，你講一筆廟嘅幾件廟嘅委員會。錯。嗰種係一件廟嘅委員來研究上邊你安尼按神奇呢。想講以前標論嘅標嘅一陣嘅嘢，有上嘅來研究，咁我用嚟來進行。你開始會怎麼着手呢？就我頭先講到，就3-4年前嘅咧儀式就消失了，但是後來我哋廟方咧恢復辦會時間都用順境的方式來做，但是也要順境的欣賞，其實都請到係對美濃古書過來。其實我順境其實沒會做3件，因為其實從美濃從古書沒有咧，就較傳統的客家體系都有限咧做3件，另外就去請教也要欣賞，講唔做得教藝人嘛，因為藝人先頭休賞嘅嘛，我感覺可能屏東市的總廟的委員，我哋廟方可能係最曉上。嗰種唔單止唔同嗰個，還有其他曉上嘅。就有像係蘇伯阿哥啊，記得啊，然後總督方我哋 QP 嘅曉上人。也幾難得呢。如一件廟，因為家家都係老人家嘅嘛。錯。不過能希望係老人家，老人家用嚟教唔能上片里咯。一開始我哋愛做喺研究也喺3天里嘅時間，我哋拿我家講到日本人看，講其實老因為我哋喺廟裡下落嚟嘛，我哋去留意看老南部嘅六隊嘅客家人喺3天有冇冇窮用，就對也偏開始。後來我哋就自家老先生講，我哋想去學我咧學，我老記講我學一件事情的時間，我覺得那時候有跟他講個先決條件，我希望細妹也沒做得下來學一3天里，但是一開始有咧老先生就親切的講，細妹因為做得學一咧東西是沒有男女平權這件事情。後來我就用了很多方式去跟他說服，但是就是說服不了。我哋廟方有含有一類較曉上的欣賞。我們就試着跟他溝通嘛，就說我們就說蔡英文都當總統，為什麼女生不能學？人家都可以當領導人的，對吧？後來因為我們廟方的誦經班就有很多奉聖堂誦經班，佢同住做迄細妹，我講我們同住細妹都做安久了，做乜該3天里佢種的來做啊？後來他就慢慢被我們說服，然後就接受了女生可以進入到儀式現場。嗰種人除了通跟影的角色以外，其他幾乎都是女生嘅。唔家下會安尼問，係因為本地都有細妹朋友想愛學嘅嚇。主要做係藝人總督方嘅委員，就有細妹嘅。就有細妹，還有委員那個假嘅。沒上去學啊？沒上去學。我按成績喏，像我本用沒上去學啊。而係喺啲嘢上天裡係乜嘅？上去學下，喺很了解嘅時節，睇下你興趣感覺講，我上去學可能也。其實應該係很了解嘅時節，很了解你上去學嘅。親神奇安尼。安尼你咪先生答應咧，講細妹可以。
啊，古时候迄一群笨蛋想要好压规矩的人，先打破规矩，不然也得欣赏感觉讲可以。其实打破这个规矩，还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无答应可以搞矮人嘛，无可以搞谁妹啊，俺就去跌高的，古时候俺就去跌高的啊，结果跌他是身高嘛，结果落现场就无法做得讲。哦，系哦，古时候人最后一步路去跌高，无款市民用来讲，结果市民特别。如果市民都没有在计较，你们在计较什么？哦，真嘅，落现场路无法讲诶。因为俺的给给庙，它是有，它当然不是完全的客家庙，它有我们村庄里面有很多闽南人，古时候它有闽南的跟客家习俗有，比如说我们那边现在还维持一个比较传统的鸡童文化，然后像俺的庙咧闹热的时节会高火，传统好容易高火的时节，谁么也没种得高，结果俺的神明降价，就是说谁么也做得高。哎呀，我们其实俺的就讲，俺的庙方本来就冇那种男女不平权的这种事情。哦，系哦，我嗰种人咧庙本来路个开放嘅咧嘛，吼，市民个开明。好容易没穷用啊。嗰种人路做得开始，谁冇谁来路做得开始好嘅，咁幾好嘅鋪走係乜嘅喏？先生一開始會教人乜嘅？其實佢一開始很多人先去看現場，因為屏東市也還冇3天嚟做看嘅嘛。其實老人講那邊有人咧辦喪事，然後有人咧祈福辦福，其實很難去現場看啊，去到記錄下來。哦，等於實習啦，吼，去實習。就田野調查啦，就你真的要實際，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離我們的生活真的太遠。就鼓手給很多人去現場，真的要去看他們到底要怎麼做，然後你才有辦法理解那個邏輯是什麼。你睇白看呢印象係乜嘅？我睇一擺其實就清朝以前我研究所的時間去美濃開基八公嗰邊看佢的萬福。睇白按詳細看的時間，我感覺講哎呦按複雜也算。其實第一擺看一定感覺真複雜，後來慢慢去學去看，其實冇按困難。好，我相信觀眾朋友假使同我共用完全唔了解上天理係乜嘅，一定係想去繼續談好情講吼。我哋等下呢聊一下，個請佢來分享到底佢能學到嘅乜嘅。我哋今日訪問到好奇伊睇研究上鄉里哦，頭都有講到農會上嘅研究吼，加上下來都請問好奇，頭都有講到一開始當然我先去看人係用嚟做上鄉里嘅嘛吼，咁一個上鄉里到底幾個做下來要研究啊？其實上鄉里做嘅時間唔會長久，差唔多半點鐘到1點鐘就會結束嘅。上鄉里底部有青島，就是它有一個必備的配置，就是譬如講它有個通跟引，這是最重要的角色，然後另外就是主祭者跟陪祭者，然後還有4個服侍人員這樣。這是最基本的配置。古時基本都是5、6、7、8人呢。基本都係8人。難怪會常常買很呢，因為那個配置其實有點多人。但是嚴格講起來，你就算只有4個人也是有辦法做，但是挺辛苦，就通跟你要一直跑來跑去。我會講磨汗。好，剛才相信主機、皮機，大家如果比較有一點概念。你做的同人哋介紹嘛，尤其像通屯伊能幾個目標用植物去做嘛嘅。像其實你會學3千里，你聽每一個角色你都要去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那最重要當然是通跟引。那目前我學到的是通的部分。那引的部分呢，我在做也在計劃的時間，我就希望我嘅表阿哥做得來學，因為怎麼解表阿哥一定要來學？因為表阿哥的阿公做嘅我家講多的嘅想留的嘅形式。就以前我哋沒有放做嘅家阿公做嘅，我希望也在計劃做得有一個傳承的意味在。咁唔家下我說服伊來學，要發揮太心力冇？唔係啊，因為佢讀後面係沒有喺理解。有家學淵源。他就非常的樂意要去學這件事，然後他甚至講一句我們不用，現在誰要用？
哎呦，嘿哦，伊面有安尼的心，上会好。但是我很爱人迄度屏东市的叫上瘾落来学也种合法的东西，其实真困难，因为屏东市的行业讲好罗巴较多。像我阿哥基本啊，基本在做事的时间，基本大部分都讲好罗巴，基本几乎是没有客语的环境。然后特别如果日常对话就还好，但是这种比较文言式的客语，其实一开始学起来是相当，就是语言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困难的，就是跟一般在传统的客家庄的状况是比较不一样。嘿，不过我想就算迄眼的那种平一般对话做的，我去偷给的字文咩係幾難的事情。我等於從頭學一啲語言喎。其實沒冇按洋蔥啦，但是就要花時間練習。剛頭都講到同唔係主要主攻同一個，係啊言都係比話個，咁一兩個角色我做乜嘅？通主要是比較像個司儀的角色，然後因為從三天里嘅天蟲也會有內桌跟外桌，那通常引就是帶着主祭跟陪祭在外桌，然後通就是司儀，就是我現在要下什麼指令，然後引就要把這些主祭跟陪祭引導進來去做一些行禮的儀式，然後服侍那個執事者呢，就是你要幫忙遞。比如說獻那個豬肝啊、水果、雞冠這種，或者是獻酒，那個執事就要負責去幫忙遞這個動作，這樣，然後甚至幫忙倒酒。也係需要做用到乜嘅東西，如果因嚟負責去拿呢？咁感覺同我講嘅花青多，其實大部分都喺同老印來講嘢嚟花甜甜。哦，我說青難嘅都係唔能用啥？錯，我剛剛引更困難一點，因為引它是有更多動作，通它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那邊當司儀這樣。哦，好，咁上一線同有乜嘅特別原因哈？其實沒冇呢，因為我做一個計劃者的角色，我就覺得，那我就是先從頭開始學這樣。咁嘅同都係我講，我哪輪機會安尼同係咪？錯。就有個流程表，這樣比較像司儀的，因為念祭文又是另外一個人，念祝文又是另外一個人。嗰種我講到嘅，唔是同人解釋講，唔會講嘅幾條詞啊，睇題有乜嘅冇？我也會吐困啊。我示範咪好啊好啊。我就拿小抄嘛。當然，一挺難嘅，文言文嘅東西。就簡單。好。從一些就一開始同做嘅講。內外修進，諸神各疆乃至，眾業雜擊鼓三通，鳴金三鼎，照太我，照上我，連三言。這個是開頭的部分。開頭都會講安呢。主優雅的意思就講說，現在我們儀式要開始進行了，大家都要各司其職，然後都肅靜不能講話，這樣。然後因為傳統的三天禮儀一定會搭配八音，比如說前面的這些詞語，它其實就是要引導八音團去做，比如說做大樂，它就要開始吹嗩吶，做小樂，它就要吹那個笛子這樣，然後連三元的意思就是你要放3聲炮這樣，就象徵儀式要準備開始。不過唔記得唱，我都想到講，以前確實有彈過哈，如果讀嘅基本嘅時間會有一啲韻律。嗰啲同人一般講法冇共用嘅，真難係要學嘢嘅嚇。其實我人咧學嘢嘅東西時間，就是真的是土法煉鋼，就我人很欣賞，從不我人讀，我就留下來，我就轉去音堂啊學嘢用嚟衝，因為嘢類東西吼，它每一個客家地區，它的音調其實都不太一樣。我人學嘅嘢其實係咪門強嘅。還有冇共用嘅？唔單唱係詩嘅音，有些把冇共用嘅跳咩係哦。錯㗎錯。
因为你讲唔但像学童听听，我要了解如何面的。它每一个流程要做什么这样。哦。古种你可以是你因为抵它的含义到底，因为它是文言文嘛。比如说连三元，你不会理解说连三元是什么意思。啊，有人感觉到原来就是放鞭炮、三声炮这样。哦，古种也得用多屯拆解，新闻线上讲。哦，伊见论文讲也咧嘛个意思，嘛个我做嘛个动作。哦，古种从个同唔爱讲的话，其实半点钟到1点钟。不是，如果有一团一团，讲嘛个讲嘛。所以爱同的角色就是要跟影互相搭配。哦，你讲到嘛个时间，印度会去带伊人，带伊人行到哪？啊，指示人员如果爱一下本的嘛个。他不是只有带，他会边带边唱这样。按头都有讲到内做外做嘅迄嘛个意思。因为主要是神明做万福的时间会做也的仪式嘛，那通常就是外桌的部分，就是你是设在神坛的外面，对，内桌就是在神明的前面这样。伊人如果行来行去安尼，刚刚睇研究家还有讲过，影响清楚咩？有对你心肝度啊，也算有嘛个冲击的嘛？你感觉讲，那我有压嘅？其实我感觉。我咧研究的歌场啊，刚搞出的丧事的三线里比较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丧事它有非常就是传统的客家上面它有非常多环节，比如说蒿子礼，还有南部还有一类很多炉鸡的，其实都行三千里啊。蒿子礼主要就是对亡者献礼嘛，然后是由儿子跟长孙来做这个仪式这样。那我觉得比较跟庙的三线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其实内容都大同小异，但是唯独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丧事你只能倒退着离开，你不能正面的这样屁股朝着亡者这样，这是非常不礼貌。就是它的细微的动作是在这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对神明的时候，俺就会讲开柜嘛，然后丧事就会匍匐，他会用匍匐的这种用法。我有某 Q 用，但是他的动作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就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这样。那其实他这些含义都是对不同对象的一种尊敬这样。你睇研究的时间，我都一听嘿。因为一开始你很完全不了解的事情，一模印度，你最后要研究要手术嘛，咁我用嚟做呢？主要人从今年都好，因为也咧伊咧地方嘛，地方时间差不多都109年的11月，10月的时候都好，人总庙嘅太子爷上映。如果我们其实可以在太子爷上映的时间内做亚雷3天礼，就是除了它是一个成果展现以外，它也可以真的跟神明献礼。俺人做去叠高的，去老太子爷叠高的，就是讲，其实俺人也哈含无亲厉害啦。但是俺人上来做亚天事情做得不俺人做嘛，叫太子爷做升高啊。哎呦，嘿哦，过期呢。俺人这个俺人从太子爷上映的时间做亚3天礼，也过程俺人就用影像还有就是动态跟静态的摄影把它记录下来。亚类周成俺人也有把这个东西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去结果俺人就传到那个村庄里面的长辈的群组，其实看到就轻欢喜其实讲，因为亚类东西已经从俺总督方中断30年，也就是讲今年俺人庙方板府的时间一定好好来做亚件事情。哇！就他们希望说，就是恢复到古礼这样。好像安尼讲，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还听唔过瘾，我哋聊一下，过多转来继续问好像，伊能真见唔咩抢研究哦，系实际去做嘅感觉系乜嘅？我哋今日访问咧系屏东子体7号前，伊呢因为
沿岛的反岛的阿公留下来嘅屯嗰度仪式啊、仪典有关的书，里面有透过屯客家文化有关的研究所，古所一路上去来研究三乡里，唔但像研究伊能含设计医学，唔但像去学含设计去做，头都讲唔能睇唔能状况嘅猫，要做係万福哈，唔係万福，天白做。天白做迄主俺庙方的太子爷上。太子爷上夜。俺的万福的时间就差不多都係从12年左右万福安。哈哈。天白做的时间，应该过紧张。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强。很好，家下有万人睇看。就拄好因为个文化部的举办文化部有倡议咧欣赏来当然字头，个欣赏都总用副欣赏。总欣赏从这边看的时间，还有青岛庙方调音，它是冇青岛人啊。其实差不多30个人，天天俺就讲过清紧张。30个人呢，许多的呢。就讲过清紧张。记录係唔能天拜七家来做，唔係看師傅嚟做。但是師傅主要從隔壁停定嚟等安尼嚟行。因為你就算是念錯，你也不能中斷。苦手就非常非常的緊張。係，因為你係真經係做太子爺生嘅啊，你是唔得團嘛。家下應該有師傅安尼談論，有人睇看。如係真經係考試咁講。就像考試一樣。按睇當儂咁，用安尼嘅方式來做伊啲成果嘅展現，唔係寫報告就好嘅。因為我哋一開始咧做嘢計劃時，我留喺中心上來討論講誒，嘢咧計劃樣嘅進行。如果嚟講，其實嘢咧計劃唔冇留佢上到咁困難，唔做留佢學學來，只能去做。然後他的這個理生班啊，他有老中青三代，他覺得這個就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而且是真的可以永久流傳的一件事情。嗰所以一開始其實就有提討論講，剛才一個研究做起嚟，我用乜嘅來做伊啲成果，沒有講可能用啥嘅，沒有可能。譬如說像我們去外面田野調查，我們去攝影用攝影展也是一個方式，但是中心上希望講，我們真的可以下去學，那是最有意義的。家下心情過緊張，還有乜嘅特別的感受嗎？就因為唔該做嗰啲3天里嘅儀式嘛，唔該做嘅朗誦，然後還有真正的把音團在旁邊搭配。你就剛講，穿上那個藍衫，你就有那種神聖性的感覺，就是你現在就是不能亂來，不能嬉笑的。就也在剛講。睇唱睇順口看如何完全。跟我們在練習的時候，這邊打鬧啊是不一樣的。因為像我哋也批嘅人啊，應該連我哋去廟方可能路過少嘅，可能有嘅人會去啦，會去衝壓一下。不過唔可以咁講，我哋屯也同儀式有關。你去個設計去接觸，有和設計人工作上嘅，其實佢上輔路代表唔嘅每到從客唔可做嘅上，如果本有冇平衡嘅感覺，設計安尼去做，應該成功都會有過大嘅嗰種溝通嚇。因為畢竟自家做文化研究的嘛，古時候也個地方本來就係沙子論文寫個地方，古時候我就開始意識到說，我們這邊的文化其實消失得非常快。那我覺得當然也很可惜，因為阿太都愛人體系推我每個聽唔推嘅，俺總都講其實有青島俺腔皮嘅人都辦去推北大，辦去高雄，辦去推做，來省北嘅，佢平常時佢做喺欺負萬夫嘅時間會盡嘅。如果講俺能流頭平東嘅，也中意俺能做做物件。嗰種俺做印象，那當然最實際的幫助就是我們去幫助這一間我們對阿太多也還也給廟這樣，就真的去幫他們服務。那除了信仰的層面以外，當然也有傳承的意味在裡面。個廟方有安尼後生人加入來，因為語言咩係文化咩係，嗰度嘅老一批嘅人會講希望
后生嘅做得落来啊，家业吧。唔过咩顶上会读到讲，后生人真进来嘅，同老一批其实会有一点，因为唔爱挪教，要融合，其实要一段时间。按你家业同老一批有嘛嘅会适应嘅部分。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个庄头比较幸运。因为俺人只能累做的时间，我们长辈给的其实支持比较多的。当然，朱秋武公呢，他意见有可能会相左，但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沟通的状况。尤其是像我们做这个3线礼啊，是几乎大家都是支持，而且他们还觉得很棒，看得很感动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其他的聚落或者是老聚落，它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有些他们希望年轻人加入，可是他又不喜欢让年轻人真的参与，就会有这个状况。刚刚状况按贴片的哈，你感觉跟原因是嘛个？那刚刚我觉得它的人口结构可能也比较不一样，因为本来老总条的人拢办少的，来青岛那不会从个周省里，因为俺刚有讲到，俺个大是公东路，其实它就是屏东是一条很热闹的街道，它有各式各样的餐饮业跟服务业，所以它几乎都是外来者在那边做生意，所以那边的香客结构其实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几乎都是这边做生意的人去那边祭祀，去那边拜拜。那跟平常时都在某行嘛，他也不肯去管庙务的事情。那反而我们这些从小在这边长大的，我们当然就去处理这个庙务的事情，这样。所以它的结构其实跟传统的村庄的老庙又比较不一样。咁一到新的香客、新的人口，伊能看到你去做下嘅事情，伊能有本人嘛嘅回馈哈。其实我是唔知今人都有看到嘛，因为今人拢来冲牙冲腾，今人就转去做生意。我可能特别做嘅创意的冇。但是拄好去年我哋给庙整修，因为3-4年呢，人开始有漏水问题，所以他们开始整修。那我们在整修的过程中，我表阿哥、我哥哥，然后还叔爸阿哥，给人都我们就是委员会都参与这个整修的过程。那我们在这个整修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用相对比较现代化。那从12年代，我们这边有开庙门要安坐，我们当然也都是尽量的去改变那些过去人家对于这种热闹比较不好的陋习。可是这个还是需要花时间去改变，比如说。现在的庙啊，他们在热闹的时候，他放鞭炮都要放很多，我们就希望尽量去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就是用比较新形态的这种方式去做这些大家对于庙比较刻板印象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要做这个改变啊，总批没请支持，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吃，就不要扰民嘛，对啊，对啊。恁即个有讨论讲，因为恁没有讲讲，亚个委员如何好上诶。恁其实都读到伊啲，恁对传统嘅东西有心，有啲讲嗰度传统嘅东西可能现在无法度接受嘅，我有一些改变，我用嚟去讨论，用嚟取得平衡。其实俺人运动底工，亚件事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把它改变，那我们也只能去承受那种人家对你的批评跟指教，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要一步一步走，你不可能一次就把它全部打破这样。我有哪些批评呢？就譬如说，就是像我刚才讲放鞭炮这件事，它就是一个很严重，因为它毕竟不像是在其他的乡村，我们在屏东的算是最市中心的地方，那它其实有外来人口非常多，那我们也只能尽量去减少这件事，因为像长辈他们就会认为说。你庙就是要放鞭炮，你才会有那个气氛嘛。那我们其实也认同，因为我们做文化研究，我们当然绝对认同这件事，因为过去它传承下来有它的意义存在。像毁庙门这件事情，它必须要搭配，以民俗的角度来讲，它必须要搭配鞭炮，它才有办法驱除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鞭炮是有文化意义，但是我们就说那鞭炮当然还是要放，可是就适可而止就好了。你即个我讲我个起码吼，如果你对伊的可能对一本个老的书开始，8-9年的书开始，开启的唔想去研究嘅心，你要去做诶，里面唔过几多人可能无法度看到，有睇网络上能有标嘛，吼 YouTube 看得到，还有书面的资料，你也会留下来，系咪？会啊，我们就是透过 Facebook，因为俺是有
有开间书店嘛，就透过这个 Facebook， 然后 YouTube 去让再放在网络上让大家看。然后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止我们村庄里面自己做，我们也有串联很多就是屏东，就是不是我们这个聚落的这一支，譬如讲，我们有请摄影师林科成来帮我们记录下来这一段，然后还有请66影像工作室帮我们透过类似像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下来。然后其实它的画面当然跟传统的那种记录型的那种我们自己拿着相机的摄影方式比较不一样。鼓手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种比较让当代年轻人也可以觉得他是在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方式去看这件事情，那自然而然他就会对这种民俗的事情、文化的事情产生一些好奇跟兴趣。这样，你有收到嘛给一般人的回馈吗？本感觉有影响诶。像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就是我说我书店的伙伴嘛，然后我们就把他 po 上网，他就说。你到底是在从事什么行业？你是在当道士吗？还是什么？哦，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啊。这个其实就是对于不理解人引发了他的兴趣，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总比你根本完全不想去看的好。唔想去接触，唔想去个啊，唔安尼非常哦，对，因为一般研究的人都会旁观者。你对伊啲旁观的人变做伊啲主动参加的人，很用你嘅心情去通力，本想要去做安尼嘅事情。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即将要消失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就看着它消失。我们就看着这些东西结束，然后我们留下来就只有纸本资料啊。像三线这些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就是过去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然后它也是我们自己家乡的东西。那我认为我的责任应该是要把它传承下来，而不是它只是变成一个纸本资料。非常感谢安有心的好情今日来到节目同咱的分享安度，感谢主持人，还有感谢观众朋友。非常感谢，甲乡亲朋友唔好转台哦，了一下咱的好好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恁今日运动的吗？请放起来，同永清先生来做运动哦。先生今日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恁准备好了吗？请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的哦。今日请恁拿出弹力带，唔看腰背，先生要拿出马甲。好，无弹力带唔怕哦。平常无爱做嘅买和裤袜都可以来做代替品哦，哈！大家来抢通哈，拿出来免买或者有弹力带嘅，加加去拿哦。准备好嘅哈，抢两只手拿好，好可以发讲啊讲话，叠合八合，抢捞一起来，好抓紧它哟。拉，训练手背的力量，出来，大口来，数来，再大口来，好，做一个停留，4、3、2、1，好，来做一个滚轮。刚刚可以捞一个氧气呢，做一个循环，前后，一前一后。功能脚踏车用手能脚踏车用。应该加松你脚，来。做一个交替，一个上，一个下。
身体热起来咯。接下来臀的脚扔出去，弹力带绑出去，改的深蹲，稳片，竖臀脚来做皮下。含前臀上来的人，加来臀身上来做运动哦。配合的呼吸，调气，吸气，调气，水面下。4、3、2、1。好，加来拔剑哦，一只手标的你的野味，另外一只手冲，好，把你的剑用宝剑绑出去，再数过来。绑出去，数过来。好，也通出好歪哈。来加上俺的弓箭步，弓箭步扔出去，有没有很帅气？来过来，过来。动作主要呢可以训练你的手臂的力，用你的手臂呢来变得更有力，加上你的脚。最面上的2、1，好，更加稳片。让你做树标的你的野味，好，底下绑出去，按先练，拔剑，数过来，好，我们要加松俺的那脚弓箭哟，1、2，慢慢的做，3，臀动作做的确实，7、6、7、8、9、10，过来中间，更加臀的弹力带，好，让你天来下，2只脚，安尼先来做1只脚，让你的尾巴也片，好，按2只脚起好来哦，让好哦，好，起稳。先用你的左手地上面伸出去，再数下来。你弹力带嘛有磅数哦，你可以的话可以用磅数比较高的，好，也是有厚度的。啊，从身上压呢也赶快脱，好，这是适合老人家或者是你呢。还是平常无按掉运动的人都可以哦。松，伸出来，再数下来。4、6、7、8、
8、9、10。好，数过来，更加来稳片。一样同个弹力带变个天来，呢弹力带尾巴，我用个右脚拿好，两只脚拿好，因为只数放好，好冇被溜下来，可以。第上面两个1、2、3、4、5、6、7、8、9、10。好，更加加松，侧弯腰，再个多一些。过来，来，数过来，牙钩侧弯腰，加上弓箭步，慢慢的过来。弯片，来做一个侧弯腰。好，咱过来头刀的方向。好，先脚拿好，侧弯腰，手打侧，顶的斜上上。7、最明的哦，加油！6、7、8、9、10。好，两只脚拿轮，这面的动作，好，顶的斜上放上去，变一个 V 字形。我刚刚的二头肌，我个圆，的手臂嘛，我个圆，训练的手臂的肌耐力。7、6、7、8，最明亮的9、10。好，慢慢的用下来。好，同的弹力带用下来。好，臀身上来做缓和，起起，跳起，今日的动作好不好冇？好不好呀？哈，唔怕，停到慢慢的停。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哦。好好运动，还能下次让来了。